我同阿亮哥一早就去到廣州永慶坊，從沙市出口一嚟到就已經睇到個牌坊喺度。出發。由地鐵站行到永慶坊10分鐘多啲，有 Pop Mart，真係新舊交替嘅地方。你見到 Pop Mart之後再行過啲，呢個門口就係廣中我哋要去嘅地方。呢度就係廣中歷史文化研究院啦。而家我哋準備要入去啦，打個電話俾院長先。院長，我哋入嚟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我嚟到咧廣州呢個地方永慶坊。咁啊，呢位係魏院長，咁就係廣中非遺傳承人。咁係簡單講下，啲廣中係一件咩嘅事情？嗱，首先解釋下嗰個廣字啊。係其實有廣字頭嘅好多，譬如廣彩啊、廣繡啊、廣髮廊啊、廣作紅木家私啊等等等等。凡係帶有廣字頭嘅咧，就係廣府傳統文化入邊製作嘅一啲精美嘅工藝品、藝術品，水平達到貢品級。我哋而家講緊嘅廣中咧，應該係我哋廣府文化嘅一份瑰寶、一份寶貴嘅遺產。廣中嘅特點，我總結咧就3個方面。第一個咧就係風格上邊，因為佢有西洋傳入嚟嘅技術，所以咧佢有西洋傳統文化樂可可嘅風格。咁啊，同時咧亦都有我哋廣府文化嘅風格。仲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，就係有宮廷文化嘅痕跡。廣中通常係金碧輝煌、大氣磅礴，好有皇室嘅氣派。特別我哋而家喺故宮見得到嘅乾隆時期嘅大量嘅廣中宮廷嘅藏品，呢一類咧就屬於係廣中入邊最頂級嘅作品啦。成為貢品，進入皇家。咁點解會有呢種風格咧？其實有一啲聖旨表明，有部分嘅廣中從設計開始，皇帝就參與咗。皇帝參與係啦，皇帝落聖旨，要求做成點樣。亦都有一部分係啦，亦都有一部分廣中咧進貢到皇宮入邊之後，皇帝要落聖旨去改。佢話上邊唔好喐啦，中間同我改成點樣，達到咩功能，換咩嘢材料，下邊又點樣。我整嗰個人好驚啊！咁所以咧，亦都有一種講法叫做宮廷樣廣州像。宮廷出一個圖樣，就出一個設計。廣州嘅匠人，廣州嘅工匠去實現。咁呢個係風格上邊超級大客，呢個真係有西洋嘅，有廣府文化嘅，亦都有宮廷文化嘅。呢個就係廣中風格。要求係好高嘅。大哥亮你頂尖科技，廣中最貴。你講多次7800幾萬。